今日咧係宏福苑居民分批上樓咧嘅第一日，政府係高度重視宏福苑居民上樓執拾呢個係一件大事。咁剛才咧，我係同社會局長現場咧，我哋巡視咗，安排7座居民上樓咧，係需要做大量嘅準備，同埋咧係動員大量嘅人手。上樓嘅居民咧，我哋咧係為佢哋咧配備咗一啲安全嘅裝備，係會由警務人員或者係民安隊嘅隊員咧係陪同上落樓，同埋咧進出個單位。今日有幾多嘅住戶係會上去啦？咁登記咗嘅咧係有78戶，我哋係俾佢哋上去，其實總時間有4小時嘅。其實我哋每個樓層入邊咧都會有警務人員同埋或者有我哋民安隊嘅同事嘅，係可以提供即時協助，包括而家身體不適啦。另外咧，其實我哋亦都係有醫療輔助隊嘅同事，有需要嘅話咧，可以再更加進一步提供呢個醫療嘅輔助。另外，我哋亦都有消防處，包括有我哋救護嘅同事喺度，我哋亦都係預備咗有幾架救護車，有需要嘅話咧，可以即時咧就係送去醫院嘅，有需要。咁另外頭先亦都提到，咁係有啲居民都要幫手係點啊咁樣。咁我相信我哋警隊嘅同事或者係民安隊嘅同事喺度，亦都係人性化處理。如果見到居民有需要嘅話咧，係能夠幫嘅，一定幫。